多謝選用西門子嘅電器，而家同大家介紹西門子嵌入式燒烤微波爐嘅產品使用同保養說明。呢部燒烤微波爐配備 3.7 寸彩色輕觸式顯示屏，不鏽鋼爐框，有微波同燒烤兩個模式，而微波功率最高去到900瓦。詳情請參閱說明書。控制面板上面包括主開關、輕觸式螢幕、選擇鍵、快速微波功能、返回鍵、開始或停止鍵、時間功能設定、兒童安全鎖同埋開門鍵。主目錄有微波、燒烤、餐點、蒸汽清潔模式及基本設定，供用家選擇。選用微波模式，按下微波模式，按下微波功率輸出，選擇所需微波功率，然後按套用，按下烹調時間，用加號或者減號去選擇所需要嘅烹調分鐘。撳咗秒數位置之後，再用加號、減號去選擇所需嘅時間，然後按套用，最後按下開始就會開始烹調㗎喇。跟住係燒烤模式，按下燒烤模式，選擇所需燒烤程度，分為大、中、細3度火力。然後按下套用，用家亦可以添加微波輔助功能，以便加快完成烹調。按下微波，選擇所需微波輔助功率，然後按下套用，同樣使用加號或者減號去選擇所需嘅時間。按下套用，最後按下開始，就會開始烹調啦。餐點模式係指可以協助用家自動處理指定食材嘅程式。餐點包括解凍麵包、解凍肉類、解凍魚類、新鮮蔬菜、急凍蔬菜、米飯、水煮馬鈴薯、焗馬鈴薯、急凍千層麵及新鮮雞塊。而家以烹調新鮮雞塊作為示範。選擇雞塊之後，選擇重量，輸入需烹調雞塊嘅總重量。按下套用，最後按下開始，就會開始烹調㗎喇。蒸汽清潔模式係運用蒸汽軟化爐腔裏面嘅頑固污漬，令到用家喺稍後嘅時間可以更加容易清潔。用家可以喺玻璃盤度倒入300毫升嘅清水，再將1滴洗潔精加落清水入邊，然後按 OK， 最後按下開始就得㗎喇。清潔時間約為8分鐘，靜候請等待爐腔冷卻，抹乾爐腔並打開門排走濕氣。喺基本設定裏邊可以更改電器嘅預設值。基本設定中包括語言、時間、日期、顯示、聲音、電器設定、個人化選擇、還原原廠設定同埋電器資訊。而家以語言為示範。進入語言選項後，
可以設定為顯示不同嘅語言。當然可以選擇顯示語言為中文。揀好之後按套用即可。用家嘅注意同保養事項，請記得定時清潔爐腔，清潔之後要打開門散走濕氣。請使用原廠配件。請勿喺微波模式下使用金屬器具，唔好使用鋼絲刷或者腐蝕性清潔劑。微波加熱純液體時，請在杯內放入1隻匙羹，以抵消延遲沸騰現象。